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好耐都未試過喺咁熱嘅天氣裏邊講道。我剛才仲覺得我可唔可以支持得住咧？有啲暈暈地啊！今日嘅題目係獻上活祭。保羅憑着神嘅憐憫嘅請求，所有嘅信徒都要獻上身體做活祭。我今日咧想同大家係從三方面思想呢個嘅題目，就點解要獻上活祭？活祭係點樣嘅祭？同埋獻上活祭嘅秘訣。聖經開始嘅時候話，所以弟兄們，好奇怪，一開始用所以咧其實係結論啊。咁應該佢係回答前邊1到11章所討論嘅問題。又因為先有所以，咁係因為乜嘢原因？乜嘢嘅真理教導？以至保羅會得出咁樣嘅結論呢？咁我哋好快、好簡單咁提到回顧一下保羅喺前面11章裏邊所分享嘅真理。第一段經文係選羅馬書3章23到24節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嘅榮耀，因耶穌基督嘅救贖就白白嘅稱義。所以保羅勸勉大家要知恩圖報，將身體獻上當做活祭，好報答嗰個賜人白白救恩嘅神。聖經話人人都犯了罪，犯咗咩罪啊？就係唔認識神，唔尊重神，唔敬畏神，唔信服神，背叛咗神嘅罪，以致失去咗神所俾人原有神嘅榮光。就好似月亮一樣，一個月裏邊有29或者30日，但只係得15日晚上咧係滿月嘅，其他嘅晚上都係點啊？都係虧缺咗榮光嘅月亮。神喺我哋嘅始祖亞當夏娃犯罪後，就立刻展開咗拯救人類嘅計劃。因為佢曾經講過，凡係食呢個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嘅，必定要死。死亡既成為咗事實，如何挽救佢所做嘅人類呢？除非用死嚟到換死，先能夠可以令神嚟到息怒。於是佢差派自己嘅獨生子耶穌基督嚟到世間，為咗滿足神公義嘅審判同埋要求，死喺十字架上，叫一切信靠佢嘅可以得到父神嘅寬恕，恢復到與神和好如初嘅關係。保羅稱呢個莫大嘅恩典為因信稱義。我哋本着神俾我哋嘅信心，相信耶穌基督嘅寶血可以買贖我哋嘅罪身，得以喺神面前被宣布成為義人，就係唔再被定罪，
得以無罪釋放，擺脫撒但嘅權勢，得以重獲自由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既然白白得到神赦免嘅恩典，我哋獻上我哋嘅身體做活祭，作為報恩，難道都會有所保留嗎？第二段嘅經文，羅馬書5章7到8節，主為罪人死，因我哋仲做用軟弱嘅時候，基督就按所定嘅日期為罪人死。為義人死係少有嘅，為人即係好人即係善人死，或者有敢作嘅。唯有基督喺我哋仲做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，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哋顯明了。為咩我哋要獻上身體做活祭啊？因為我哋本來都係唔配備神揀選，我喺神眼中一無是處，我哋有自知之明，捫心自問，我哋喺本質上係咪一個絕對正直、正義嘅人呢？喺倫理道德行為上，稱得上係別人心中嘅好人、善良嘅人嗎？我哋好多時都好似法利賽人一樣，假冒為善，但神並冇因為呢啲而到嫌棄我哋。佢唔願意有一人沉淪，乃係願意人人都悔改。佢願意為罪人死，面對咁大嘅恩情，我哋豈唔係應該以身相許，獻上我哋身體為活祭嗎？第三段經文係羅馬書8章38到39，神愛無隔絕。因為我深信，無論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權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現在的事，是將來的事，是高處的，是低處的，是別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哋與神嘅愛隔絕。這愛是在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裏嘅。人間嘅愛係唔長久嘅，亦因時間、環境、際遇而有所改變。我今次返香港，接俾嘅弟兄喺返回大埔嘅途中，同我分享咗過去1年喺教會中離婚嘅弟兄姊妹。我聽到係好傷感，嗰啲都係我所認識，而且係昔日團契熱心嘅中堅分子。佢哋喺團契中認識、拍拖、結婚、生子，曾幾何時，夫妻感情起咗變化，最終以離婚收場。但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愛係永不改變嘅愛。正如約翰福音13章1節嗰度話，佢既然愛世間屬佢嘅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一個愛我哋到底嘅人，承諾對我哋不離不棄嘅人，我哋將身體獻上做活祭，係對主最好嘅報答。第4段嘅經文，神恩待你我，因他對摩西說：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，要恩待誰就恩待誰。據此看來，這不在乎那定義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那發憐憫的神。神揀選你我作為佢嘅兒女，佢嘅子民，並唔係因為我哋有乜嘢好處，有咩可愛之處，
我哋都係一班罪人。喺母親懷胎嘅時候，佢就已經有咗罪啦。現實嘅揀選佢係臨到我哋身上邊，呢啲都係出於神嘅憐憫。佢要恩待誰就恩待誰。原來我哋按住肉體有智慧嘅唔多，有能力嘅亦都唔多，有尊貴嘅亦都唔多。但神卻揀選咗世上咩？愚拙嘅，叫嗰啲有智慧嘅羞愧；又揀選咗世上軟弱嘅，叫嗰啲剛強嘅、強壯嘅羞愧。神亦揀選咗世上卑微嘅、被人厭惡嘅，以及那些無有嘅，為要廢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。我哋俾父神睇重，皆因我哋係選擇相信主耶穌。天父係透過耶穌基督嘅救贖揀選咗我哋，就喺主耶穌基督裏邊揀選咗我哋。我哋既然間係蒙神錯愛，為主獻上自己嘅身體為活祭，豈唔係應該嘅咩？第5段嘅經文，羅馬書10章12、13節，神恩臨外邦，猶太人同埋希利尼人並冇分別，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保羅係主特別揀選作為外邦人嘅使徒，佢勉勵羅馬人唔好拒絕神咁大嘅救恩。以前佢哋喺救恩嘅門外，而家救恩嘅門已經為佢哋打開。保羅勸勉佢哋要珍惜呢個機會，唔好抗拒福音。今日我哋都係聖經所講嘅外邦人，已經把握機會接受咗天國嘅福音，就應該好好嘅活着，用身體嚟到見證我哋係主嘅人。講完點解要獻上活祭，我哋講下活祭係點樣嘅祭。保羅寫羅馬書一共有16章，以前保羅寫書信時候冇章冇節㗎，不過後來啲人咧為咗方便，所以就加咗章節。總共有16章433節，但係保羅用個祭字只係用咗一次。雖然間只係用咗一次，但佢嘅作用同埋意義，佢係非常嘅重大。我首先要明白祭係乜嘢。按照一般世上邊嘅宗教習俗，祭係人用牲畜獻喺神明或者係祖先面前，表達敬意同埋祈福嘅行為。中國古代咧以3牲牛、羊、豬為祭牲，其中最常用嘅咧就係豬。古羅馬帝國嗱，豬啊，我就揾咗2隻嘅豬蹄啊，大家就記。古羅馬帝國好似我哋中國一樣咧，國家慶典時咧用牛、羊、豬各一隻嚟到係供奉佢哋嘅神明。但平時或者係節日或者民間嘅喜慶咧，多數都係用豬嚟到為祭牲。同中國人都好相似啊！拜祭之後咧就分祭肉。但聖經對獻祭嘅祭牲
佢係有唔同嘅教導。凡係用嚟獻祭嘅祭牲，係聖經上所講嘅，必須係潔淨嘅。乜嘢係潔淨嘅祭牲呢？潔淨嘅祭牲係有兩個條件。第一係蹄分兩瓣，即係佢腳下邊有個蹄，個蹄係分兩瓣嘅。另外一個咧就係要反搓，有啲聖經就譯做倒嚼啊，即係食咗之後再嘔翻出嚟，再做一浸。反搓嘅動物有4個胃。平時咧，我哋飲茶嘅時候咧，有一款嘅點心咧，叫做牛雜。有啲部分叫做牛柏葉，有啲叫金錢肚，有啲叫毛肚。嗱，大家咧若果咧飲茶都會或者你會叫牛雜都唔定嚇，同聖經都有啲關係嘅。反搓嘅動物都係食草嘅。反搓嘅意思，那牛羊吃草之後，儲存喺第一個胃，之後再吐出嚟，再細細嘅咀嚼，然後進入第2個、第3個、第4個胃進行消化同埋吸收。喺聖經裏邊，分蹄係預表神嘅子民信徒言行操守與世界有所分別，因為腳係用嚟行路嘅，表示神子民做人處世應與世人有不一樣嘅價值觀、行為、做法同埋原則，一舉一動都要分別為聖，方合乎聖徒嘅體統。所以神用牛羊嘅腳嚟到做舉例。反搓係預表神嘅子民渴慕神嘅話語，反覆思想，晝夜念誦，不斷消化吸收神嘅話，使神嘅話成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。昔日神對先知以西結曾經話：佢話人子要吃我所賜給你嘅這書卷，充滿你嘅肚腹。於是以西結就食咗啦。佢話口中覺得其甜如蜜。另外耶利米先知亦都有同樣嘅經歷。佢耶和華萬軍之神啊，我得着你嘅言語，就當食物吃了。你嘅言語係我心中嘅歡喜快樂。又如耶穌面對撒旦嘅試探嘅時候所講出嘅真理，佢話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係靠神口裏所出嘅一切話。今日嚟講，我哋要獻上自己做祭牲，我哋應該自己省察，係咪合乎聖經獻祭嘅基本要求？我哋而家睇個豬腳，大家就諗起豬係分蹄嘅，即係對咗一半，但另一半就唔對喎，因為佢唔係反搓嘅，於是就視為不潔淨。豬係雜食嘅，乜都食，所以咧我哋叫俾豬食嗰啲叫豬潲，即係人食剩嗰啲嘅食物嚇。
撈撈埋埋咁乜都可以煮乜都食嘅。好比我哋今天唔單止最中意食零食，眼睛亦都好中意食零食。我哋人人都有一部手機，係咪？只要你喜歡，24小時都有你喜愛嘅節目，但都唔係對我哋身心有益嘅資訊，甚至有啲咧會毒害我哋嘅心靈而不自覺。我哋會否睇手機嘅時間多過睇聖經默想嘅時間呢？如果你好似豬咁樣嘅信徒，就係唔潔淨，咁樣就唔能夠獻上自己做祭牲。利未記11章同申命記14章都有講過豬嘅問題，有講過兔子嘅問題。兔子聖經話反芻，但係唔分蹄，被視為不潔淨。其實兔子只係得一個胃，佢點會反芻咧？因為一啲嘅錯覺，佢成日都係口喐喐口喐喐，所以有啲人就誤會咗佢係反芻。其實佢唔係反芻，不過佢有時會再食嗰啲未完全消化嘅糞便。如果好似兔仔般嘅信徒，終日都係查經聽到，但卻唔能夠完全理解所查嘅聖經所聽嘅道，對神嘅道理一知半解，缺少聖靈嘅引導，就係問題所在。兔仔只有爪冇蹄，生活上與世界混為一起，有時為咗滿足自己嘅慾望，找緊獲利嘅時機，甚至可以放棄基督徒嘅原則，與世界妥協。如果我哋好似兔仔一樣咁嘅信徒，就係唔潔淨，我又點能夠獻上自己做祭牲呢？所以豬同埋兔子都唔符合嚟做活祭獻俾神。咁乜嘢先係符合活祭獻俾神嘅祭牲？就係牛羊，頭上邊嗰個係牛嘅蹄，下邊嗰個係羊嘅蹄，好清楚睇到係有兩反嘅。以前嘅牛羊，佢係淨係食草嘅，同埋植物嘅葉子。而家當然間唔同啦，而家唔係全部牛羊都係有機，但聖經所講嘅牛羊係有機，佢哋只係食草同埋葉子。聖經用草嚟到預表神嘅話，佢咁樣嘅信徒係愛慕神嘅説話，佢哋唔單止聽到，更係樂於考察聖經，反覆思想，好似使徒行傳所提到嘅比利亞嘅信徒，天天查考聖經，為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。好似牛羊嘅信徒，會過着分別為聖嘅生活。佢哋好清楚基督徒道德嘅底線，不從惡人嘅計謀，不站罪人嘅道路，不坐褻慢人嘅座位，為喜愛耶和華嘅律法，晝夜思想。詩篇15篇對於啲分題族有更清晰嘅描述。
就係嗰啲行為正直、作事公義、心裏說實話嘅人。佢唔以舌頭讒謗人，唔惡待朋友，亦都唔隨夥毀謗鄰里。佢眼中藐視匪類，卻尊重嗰啲敬畏耶和華嘅人。佢發咗誓，雖然自己吃虧，亦都唔更改。佢唔會放債取利，亦都唔會受賄賂以害無辜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巴不得我哋都係牛，都係羊，係潔淨嘅祭牲。因為凡係潔淨嘅祭牲，都有兩個好明顯嘅特徵，既係反芻嘅，又係分體。但聖經所講嘅祭，都係講啲已死嘅祭牲。我哋今日喺新約嘅時代，能否再獻上死嘅祭牲？保羅要求我哋所獻上嘅係活嘅祭牲，係乜嘢意思呢？活祭 living sacrifice 係一個類似矛盾嘅觀念。英文係 paradox 啊，係悖論啊。佢既要求死，但同時又要求活，點解呢？點樣解釋呢？就話不斷要死嘅係我哋嘅舊人，係我哋嘅舊我，係嗰個自我，嗰個自私、自高自大、自誇、違背父母、忘恩負義、冇親情、苦毒、不解怨、好説讒言、不能自約、懶散、無節制、愛發脾氣、易怒，不斷要活着嘅係嗰個新嘅我、新嘅人，有真理嘅仁義同埋聖潔，就係能夠散發出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嘅新性情。聖經話：我哋要獻上身體作活祭，獻上活祭。我哋嘅身體係乜嘢？希臘文係好簡單 ，soma。我神學院讀書時候，有一個馬來西亞嘅同學，我哋好多人笑佢叫做蘇媽。我唔知點解，但我好記得印象已經係幾十年前嘅事情。原來係一個嘅希臘文蘇媽，咁可能同馬來西亞啲有一個嘅字相類似都唔定啦。蘇媽身體係指乜嘢？指我哋嘅五官。四肢五官係邊五官啊？眉、眼、耳、口、鼻。四肢咧，兩手、兩腳，呢啲係我哋睇得到嘅身體。但仲有我哋睇唔到嘅身體喎，呢啲睇唔到嘅蘇媽，係我哋嘅五臟六腑。五臟係邊五臟啊？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。六腑咧，膽、胃、小腸、大腸、膀胱同埋三焦。我都唔知咩三焦，三隻人軀幹體內臟腑間嘅空間，三焦。
保羅對哥林多教會嘅弟兄姊妹話：豈不知你哋嘅身子蘇媽就係聖靈嘅殿麼？這聖靈是從神而來，住在你哋裏頭嘅，並且你哋唔係自己嘅人，因為你哋係用重價買翻嚟嘅，所以要就喺你哋嘅身子蘇媽上榮耀神。我哋點樣喺身子上榮耀神啊？保羅話：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咯。我哋有一個無形嘅祭壇，咁無形祭壇讓我嘅老我死去，新嘅我靠主活着。咁樣嘅侍奉，原文嘅意思係敬拜，係聖潔嘅，係神所喜悅嘅，係理所當然嘅。但好多時候，我哋卻冇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。古人話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但我哋卻係愛睇我哋所愛睇嘅，聽我哋所愛聽嘅，講我哋所愛講嘅，做我哋想做嘅。聖經話：少年人啊，呢度少年人係唔係指少年人？指所有嘅認為年輕嘅人，40歲嘅人都係叫少年人。喺你幼年時當快樂，行你心所願行嘅，看你眼所愛看嘅，卻要知道為這一切嘅事，神必審問你。耶穌話：你哋喺暗中所講嘅，將要喺明處被人聽見；喺內室附耳所講嘅，將要在房上被人宣揚。雅各教訓我哋，要快快嘅聽，慢慢嘅講，慢慢嘅動怒，因為人嘅怒氣並唔成就神嘅義。講起怒氣，大家知唔知發嬲最傷係邊一個內臟啊？肝臟，唔單止肝臟，其次係肺臟，再其次係心臟。而心臟病發作嘅風險係平時嘅4.7倍。哇！原來發嬲啊，唔怪得咁多人發嬲咧，心臟病突發。所以我哋要謹記，生氣卻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喺聖經嘅時候，猶太人以日落為一日嘅終結。但我哋今日所行嘅咧，唔係猶太曆，係羅馬曆。羅馬曆到午夜12點先係一日嘅終結。所以咧，可以話我哋可以嬲多6個小時，但係咁樣係咪對我哋傷害更大咧？我哋每日都要瞓覺，有時咧聽道都要瞓覺。點解我哋要瞓覺啊？瞓覺其實係讓神喺我哋嘅身體，我哋蘇媽做修補嘅工作。可能琴日瞓得唔好，又而家修補咯。其實神做我哋嘅內臟器官都有復修嘅功能。
就係喺我哋每晚瞓覺嘅時候進行。肝臟復修嘅時間係晚黑11點到凌晨1點，2個鐘頭。所以若果想有健康嘅肝臟，就要早睡，唔好捱夜。有三高嘅弟兄姊妹要留意，平時咧要少油、少鹽、少糖，係咪？仲要有適量嘅運動，讓自己有健康嘅體魄，這樣先能夠合乎聖經所講嘅，將身體獻上活祭俾神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唔係淨係禮拜天先至獻上活祭嘅，但係天天都要獻上活祭。獻祭那係敬拜嘅舉動。保羅喺度所講嘅侍奉啊，呢兩個字啊，如此侍奉，其實就係敬拜，合神心意嘅敬拜，要符合神嘅要求。最基本要求就係聖潔。聖潔就係將嘅物件一些事情一段時間分別出來歸俾神。例如我哋每日都會撥一段最好最精神嘅時間嚟到靈修、禱告、讀經。又例如今日大家都將早上11:09到中午12點分別出嚟，為要參加崇拜。呢個係一個聖潔嘅行為，分別為聖嘅舉動。如果你係甘心情願嘅，帶住一個渴慕嘅心嚟到崇拜，就係神所喜悅嘅。你以敬畏神嘅心嚟崇拜，借接咗其他人嘅約會，更係理所當然嘅，合情合理。因為神吩咐佢嘅子民，一個禮拜有7日，6日可以返工，可以求學，但神卻要求我哋分出1天嘅時間嚟休息同埋敬拜佢。神造我哋嘅身體係6日工作，而1日休息同埋敬拜神。咁樣我就能夠喺身體上榮耀神。我好喜歡引用一位好出名嘅人物嚟到喺我講道裏邊，就係英國蘇格蘭嘅宣教士，佢係一位體育運動家，亦都係教育家。就係1924年巴黎奧運會400米嘅冠軍李愛銳 Eric Liddell。李愛銳出生喺中國嘅天津，佢爸爸係李德修牧師，係英國倫敦會嘅宣教士。1899年嚟到中國宣教。李愛銳5歲嘅時候就離開中國，返英國嚟到受教育。李愛銳自小酷愛體育，短跑尤其出色。喺1923年喺全英嘅田徑錦標賽上，一舉贏得100米同埋200米嘅金牌。佢100米更係以9.7秒係打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，而成為當時世界上跑得最快嘅人，被譽稱為蘇格蘭飛人。佢話係上帝使我跑得快，我跑嘅時候可以感受到上帝嘅喜悅。當李愛銳作為一個新秀，年輕嘅新秀入選英國國家田徑隊後，人人都期待佢喺奧運會上有所作為。
1924年嘅7月，夏季奧運會喺巴黎舉行，李愛銳獲選代表英國參加100米嘅短跑賽事。可是當佢收到賽程嘅表示，佢發現100米比賽安排喺星期日舉行，於是佢就堅決放棄參加。係因為佢對信仰虔誠執着嘅佢，認為星期日係安息日，係敬拜神嘅日子，應當將佢分別為聖。有人就勸佢話：李愛銳，使乜咁執着啊？你上晝可以參加主日崇拜，晏晝去比賽咪得咯？當時甚至連英國嘅王子亦都出面勸佢參賽，為國爭光。但李愛銳卻堅持，佢話：我整個嘅主日都係屬於神嘅，都係應該用嚟敬拜神。並且認為上帝賜俾佢嘅天賦係應該首先榮耀神，而唔係榮耀國王、榮耀國家。上帝高於一切 ，God first， 係佢堅信不疑嘅信念。佢深信，如果將上帝擺喺第一位，上帝亦都會俾你最好嘅。李愛銳一個舉動，一時間招致好多嘅批評同埋非議，引起全英國嘅人嘅不滿，甚至當時英國嘅媒體好嚴厲嘅指責，話佢你咁嘅行為無異於叛國。但因着李愛銳嘅執着堅持，英國奧委會不得不低頭，向奧林匹克總會嚟到寫信，要求改變嗰個比賽時間，但係總會唔受理。英國只能夠臨時改派佢嘅隊友亞伯拉罕嚟到出賽。亞伯拉罕斯係一個猶太裔嘅人，佢代表李愛銳出賽，結果超出眾望，佢居然間奪得咗100米嘅金牌。咁英國各位奧委會點樣對待李愛銳呢？既然間100米冇咗咯，咁我安排佢走400米啦。400米唔係李愛銳嘅擅長，亦都冇人睇好佢會跑400米。比賽安排喺7月11號嘅晏晝6點半舉行。結果咧，李愛銳唔單止贏得咗400米決賽嘅金牌，並且以47秒6嘅成績刷新咗世界紀錄。賽後佢話：我得到神嘅祝福，係神帶我奔跑。聖經話：尊重神嘅，佢必重看他。李愛銳佢得到獻上活祭嘅秘訣，第一就唔好效法呢個世界。唔好效法世界意思就係咩？唔好追隨世界嘅潮流，唔好讓呢個世界塑造你。
唔好俾呢個世界嘅呢個嘅造型嚟到同化。當李愛銳奪得奧運金牌第5日，7月16日，佢大學畢業。如果呢個時候佢選擇咗個職業嘅運動員，一定能夠前途無量、功成名就。但佢係選擇咗另一條人生嘅跑道，就係遠赴佢所出生嘅中國天津，去咗名宣教士。李愛銳喺宣教嘅期間，正值喺中日發生矛盾，後來發生衝突，最後爆發中日戰爭。1943年，佢被關喺集中營。但喺集中營裏邊嘅時候，佢好主動關心咗有需要嘅人，安慰咗好多生病嘅營友，並時常同人分享福音同埋信仰。本來佢嘅名字，因為佢名字響當當嘛，係世界名人，係列喺第一批交換戰俘嘅名單中。但係佢冇係好似一般人咁高興，好啦，我可以得釋放。冇，佢係將嗰個位置讓咗俾一位懷孕嘅婦人，佢自己繼續留喺集中營，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。最後，佢喺集中營裏邊染病，嚟到離世，終年43歲。李愛銳得勝嘅秘訣就係佢唔效法呢個世界，將身體獻上為活祭，一生為主而活。另外一個嘅秘訣就係心意更新而變化。點樣將心意更新而變化呢？就係要讓神嚟改造你哋，更新你哋嘅心思意念。我哋要讓神嚟掌管我哋心懷意念，要經常求問神喺靈裏邊，並且從聖經中尋找答案。正如昔日祭司用烏靈土明嚟到尋求神嘅心意。我當年時喺香港讀經嘅時候，有一個感動。我讀到馬拉基書1章14節嗰度話，行詭詐嘅有一個嘅喺群裏邊有公羊，但許願卻用有殘疾嘅獻給主，這人可咒可詛。當主日奉獻時候，我明明知道我袋裏邊有500蚊，但我覺得肉痛。我袋裏有邊100蚊紙，當經過掙扎，我奉獻500蚊，500蚊紙，呢個成為我一次得勝嘅經歷。聖經話要將最好嘅、最貴重嘅獻上。我欣然嘅拎出嗰張500蚊紙放喺奉獻袋裏邊，心裏覺得好開心。自此之後，我每逢奉獻都係攞出銀包裏邊最高面額嘅獻上，唔單止係最高面額，亦都係最乾淨、最冇瑕疵嘅。喺禮拜六已經預備好。其實唔單止係奉獻，而係我哋整個人都要做足準備。因為我哋係與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嚟到約會，只要你嘅心思意念係在乎神，你就會不介意別人點樣睇你。李愛銳將星期日全日分別為聖獻給神，並唔係無可奈何死守律法，佢而係甘心情願為主而活。
第三，秘訣係乜嘢？我哋一定要察驗乜嘢係神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嘅旨意。李愛銳喺佢宣教嘅期間，頭先講嘅正值係中日戰爭爆發。有一次佢心灰意冷，佢同神埋怨：佢神啊，為乜嘢你要叫我嚟中國啊宣教？佢妻子聽到，佢係鼓勵佢。佢愛銳 Eric， 你既然間知道喺禮拜日出賽係唔啱嘅，咁樣你唔去神要你去嘅地方，亦都係唔對嘅。你冇選擇嘅餘地，只有去。愛妻嘅言堅定咗佢嘅信念。面對艱難嘅局勢，李愛銳選擇繼續留喺中國。佢明白呢個係神喺佢身上邊最善良、最純全、最討神歡心嘅旨意。今日在座嘅朋友弟兄姊妹，也許你正為你嘅去留或者居留嘅問題嚟到煩惱，願你能夠虛心尋求神嘅心意。只有明白咗神嘅心意，先能夠讓你無悔地、心甘情願地為子而活，獻上自己嘅身體為活祭。我今日揀咗首詩歌同大家嚟到做回應詩，就係全獻在壇上。我哋一齊嚟到起身嚟到唱首詩歌。全獻在壇上，主耶穌，我聽從你召呼，我知無處只能用我要全獻於主，完全為你，完全為你，你曾為我完全捨己，以主美旨裝我心志，親愛救主，我活着為你，全獻在壇上，主耶穌，唯獨盡主美旨，傳揚美好信息，傳揚真愛恩慈，完全為你，完全為你，你曾為我完全捨己，以主美旨裝我心志，親愛救主，活着為你，全獻在壇上，主耶穌，全獻在主足前，甘願忍受勞苦犧牲，到此斷促試煉，完全為你，完全為你，你曾為我完全捨己，以主美旨裝我心志，親愛救主，我活着為你。我哋低頭祈禱，
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我哋一班軟弱無知不配嘅罪人，但竟蒙你嘅憐憫揀選，可以成為你嘅兒女，我哋感恩不盡。求主保守我哋每日都能夠行喺你嘅旨意當中，加俾我哋力量，好抗拒世界嘅潮流同埋魔鬼嘅引誘同埋試探，賜我哋樂意嘅心，願意天天將身心獻為活祭，救我死去，生我為主而活。願賜平安嘅神親自使你哋全然成聖，又願你哋嘅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，喺我主耶穌基督降臨嘅時候完全無可指責。更願天父嘅慈愛、耶穌基督嘅恩惠、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哋同在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請坐。